我进来。何锦溪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这里是工作的，不是给你吃零食的。哼哼，那可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总裁，我是清洁工呢？我就是想给你帮忙，我也帮不上啊。那你做你清洁工的工作呀！啊，你在这又是吃又是喝，要是别人进来像什么样子啊？可是我是你老婆，兼职清洁工啊。哼。我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告。我知道了，放在这儿吧。没什么事，你出去吧。哎。顾先生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天哪，我。琉璃，琉璃，琉璃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知道你病了，我就赶过来了。啊，我那儿还有房子的钥匙。我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发高烧。你怎么会病成这样？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病好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放心，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厨房我熬了粥，一会儿把粥喝了，再吃药。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。想什么呢？常副总，你有事儿？啊，没事，我上来看看。那个男工助理呢？他呀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好像是辞职了。辞职了？听说是跟那个清洁工的受伤有关系。你说顾总办公室那个清洁工啊？常副总，你也看见那清洁工了吧？总觉得那清洁工有点问题。你说他该不会跟顾总？陆安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乱说话，别乱说话，让人听见多不好啊！就算他真的跟顾总有什么关系，咱也不能对别人说，听见没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来是找南宫琉璃的。来，喝点水。慢点。擦一下。博雅，啊？
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内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哪有对不起我？都是我自愿的。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好了。但是刘丽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博雅，从小他们都夸我，说我又聪明又漂亮。可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才考上那个大学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也不能那么容易上研究生，那么容易就毕业。可真的直到毕业才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有多难，不是你努力就行的。有多少人他没有我努力，他没有我的学历，可他们都过得比我好。物质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难道你想跟我结婚之后还挤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俩拼死拼命早出晚归，1个月都买不起一个包？博雅，我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我为什么让自己这么辛苦啊？所以，不管我对你有多好，你还是会去追寻自己的生活，是吗？你对我好，你真的对我好吗？可是你对我的好，并不是我想要的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去做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应该……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帮我。帮你什么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把贺锦熙约出来，然后你把他迷晕，帮我拍一些照片给顾西城看。你要绑架他？我不是绑架他，我就是想让他那些照片让顾西城看到，以为他出轨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充当他出轨的对象？刘丽，你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卑鄙？我卑鄙？我怎么卑鄙了？是你说爱我，说你要帮我的。现在好啊，你反悔了，反而怪我。行，你走吧，你滚，你滚！